咦，阿總，你仲未走嘅？係啊，仲諗緊份聲明點樣改好。成8點幾啦，你食咗飯未啊？邊有心機食啊？做還做，都唔好捱壞自己先得噶嘛。係啦，頭先我聯絡緊啲漫畫家，同佢哋講我哋嘅行動，暫時嘅結果都幾理想，有幾個對象話會支持我哋，應該都會參與呢一次聯署，希望啲輿論壓力可以大啲啦。咁就真係好啦。仲有啊，頭先我又 search 過啲 forum 一陣，啲人仲好熱烈咁討論緊件事，有啲人更加話要上街遊行，話對呢個是但節目嘅誤報率度出汁，但係就有啲人話咁樣做太激，而且唔知道啲傳媒記者會點樣報，分分鐘仲抹黑多鑊。你點樣睇啊？其實如果真係要上街，都算係運用緊一個發聲嘅權利嘅。我自己就覺得，首先最重要嘅係你自己要有道理，唔係純粹自己唔中意就亂咁鬧。咁今次嘅遊行絕對就唔係理虧嘅，跟住就要考慮到咁樣做有咩利弊。啊，我正話都冇諗到道理呢個 point 添。你講得啱啊！如果自己冇道理就亂咁嚟嘅話，又狂出 post 洗版炸 email 啊，搞咩遊行嘅話，到時咪盞俾外界啲人覺得，哇，乜啲動漫迷咁白痴噶。不過今次呢，既然係有道理嘅話，我認為要盡力出聲。而家嘅問題係用呢一種方法，究竟會唔會？咦，係邊個？入嚟啦！你哋好。咦，你咪 Apple？仲有靜香。雖然我哋係新仔，根本仲未上妝，但係都想出啲力啊。講真啦，今次嘅報道我哋都好睇唔過眼啊，自己都好想出翻分力，做翻啲嘢。多謝你哋啊！其實我哋 AA 呢班人真係好團結啊！有我哋幫到手嘅地方，即管隨時叫我哋啦。好啦，我哋一齊努力啦。啊，係啦，不如我哋去探下 IT 純啦，尤其探下佢個妹。而家我哋對佢嘅支持係好重要噶。冇錯，咁我打俾 IT 純啦，睇下方唔方便先啦。唔使啦。吓？頭先小明已經去探咗佢啦。係啊，咁我哋繼續做嘢啦。好啊。咁有乜嘢做啊？Apple， 你不如幫我搵下人。嗱，呢堆電話咧就係啲同人團體嘅聯絡人嚟嘅，佢哋以前報名參加過大學萬數嘅職賣會，咁你幫我逐個打電話去，要客氣啲嘅，希望可以搵到佢哋嘅支持。唉，大家都好俾心機啊！哎呀，係，買個飯俾阿總先，唔係嘅話佢就捱壞自己。像人若常着緊，分秒挑戰紅燈，仍自覺會傷神。別忘掉曾熟悉的音韻，彌漫輕鬆氣氛。現時用同志感轉化高壓人生，快活也當配襯。東方開向歷尋曲折的世事能。萬里化興奮，一天用光了熱血，來共我輕享宿舍天太望明月，將生活當一本小說，笑着來看似灑脱。橋電偶爾會跳線，人事會轉了再轉，時段仿似換得遠，卻要恬靜快感。特別人生輕小說會寫滿溫暖，世界再蛻變，全賴有你這個笑臉，能讓章節不中斷。若每天都有伏線，願你可陪我實踐這種心意，願你感染。Join Animation 下回預告。喲，今次下回預告又係我 Apple 妹出場。大家好，我係靜香。喂，靜香啊，頭先你留唔留意到啊？平美姐特登去買飯俾阿總喎，你覺唔覺得有可疑啊？唔覺。
唔係你，計我話呢，實係有啲唔妥嘅，嘻嘻嘻。唉，又嚟啦。切，咁掃興㗎你？你唔覺得佢哋呢屆莊入邊，玲美姐好似同阿總好 close 嘅咩？唔覺。咁你留意到啲乜啊？我留意到頭先你話小明去咗探阿 T 純嗰陣，阿總若有所思咁諗咗2秒，之後就好似決定咗啲乜嘢，放低咗個心結咁。然後玲美姐就自己走出去數房去買飯俾阿總，好似呢 sense 到阿總決定咗啲乜，然後好放心咁樣咯。哇，原來你先至係天線王，咁 detail 都知嘅。純粹係觀察啫。喂，靜香啊，我知你係實幹型，但係預告要興奮啲、誇張啲、活躍啲噶嘛，唔好咁冇癮啦，咁唔掂噶。下一集 Joy Animation 第9集，我們的奧德賽。嗱 ，Apple， 我講咗預告裏面最關鍵嗰句啦，所以唔掂嗰個人唔係我。靜香，乜你咁噶？切！漫遊同盟 Joy Animation第8集，編劇心悔，編審 Shadow Indy， 導演阿玲，混音 Cindy， 混音監修阿玲，監修小狼。聲音演員卡路飾演月前總，雪玲飾演蘭玲美，小嘥飾演手塚純，有志文飾演進庭明，阿成飾演丹下座，水軍飾演木野沙繪，偉鬼飾演手塚步由香，蘋果飾演富士林琴，小可飾演平井靜香，wing 飾演長崎圖，黃小四飾演產營腎三副處長，玲飾演阿總媽媽，小峰飾演妹美與月，心悔飾演新聞報道旁白，5月飾演袁志雲。主題曲衝動，編曲及作曲 Of Course， 填詞內木一郎，主唱 Of Course， 演奏 Of Course， 片尾曲輕小說，作曲及編曲 Of Course， 填詞內木一郎，主唱 Of Course， 演奏 Of Course。特別鳴謝 Otaku Cafe 提供錄音場地。流星堂廣播劇榮譽巨獻 Joy Animation。下集見。本錄音僅限作非商業用途。